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我完美3C 座高層一個兩房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524尺，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入門口經過少少嘅走廊位置，我哋首先喺左手邊參觀下單位嘅浴室。呢個浴室咧都好大㗎喎，除咗可以做到個浴缸啦，而呢個面積咧方面亦都有個位咧可以愛嚟做下一個櫃，放下啲日用品都可以。單位係用咗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而呢一種咧拍埋一邊嘅開放式廚房咧，我覺得咧都非常之實用，可以將呢個客飯廳個空間咧更加大，咁擺放家私咧就更加容易啦。呢個單位屬於蝴蝶式嘅，我哋首先望下個主人房先。主人房咧係長形嘅開式，門後面咧就做咗個衣櫃嘅位置，望落都差唔多有2尺咁闊，所以嘅深度咧都相當之足夠。而另一個房間咧就喺露台嘅旁邊，開式就比較方正嘅。同樣咧喺呢個門後面係預留咗一個衣櫃嘅位置。景觀方面咧就望翻自己嘅露台咧，同埋荃灣鬧市嘅景觀。最後我哋望埋呢個露台啦，露台嘅方向望出去咧都係望翻荃灣鬧市啦。咁雖然咧景觀方面有少少俾自己嘅屋苑座數遮咗少少，但係咧都可以望到海景嘅。如果大家都想參觀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另外，我都仲有好多新盤可以介紹俾大家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啊！拜拜。